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6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66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在过去一天里，俄罗斯伤亡了1580人，外加8辆坦克、18辆装甲车、15套火炮系统。在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发动了12次地面攻击，另外发射了5枚航弹，就是那个 FIB-3000呢，还进行了464次炮击。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也就是特朗普现在好像马上就要举行，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正在举行这个仪式。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也宣告了普京1月20号之前拿下库尔斯克，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收复库尔斯克，成了炮影，彻头彻尾的一个意向。谁能想到世界第2军事强国居然连自己的领土都没办法保护？也就是你那么强，你可以把乌东斯克州占领，克里米亚占领，但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他赶了将近6个月半年都没有赶走，而且还请了朝鲜的士兵来帮忙。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所谓的第2军事强国不过如此，是真正的纸老虎。一，没有这个实力把乌军给赶走；二，不敢用更加激烈的手段，也不敢升级战争。这个事情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乎说库尔斯克还有800平方公里被乌军占领，这个事情可怕的地方是俄罗斯的底线被人家摸得清清楚楚的，也就是俄罗斯没有底线，它那个红线是智能红线，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防止你踩上，你想踩中它那个红线比登天还难。大家想象一下，3年前谁能想象说你可以进攻俄罗斯？3年后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对俄军大打出手。所以说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这半年再一次验证了俄罗斯不过是个纸老虎。全世界正义的国家本质上都是在看笑话，耍猴，这变成耍熊或者叫耍鹅。明天特朗普会怎么要求普京呢？停火怎么谈呢？既然你把乌军赶不走，那你只能请或者恳求乌军撤出库尔斯克，或者就是交换。根据俄罗斯的自媒体报道说这个乌军深入库尔斯克50多公里，特种部队干掉了俄军的一个伊斯坎德尔发射连队，就专门发射导弹的。也就是俄军的这个防御能力是非常差的，市场这个战场的感知能力也是非常弱，已经让这个乌军渗透成筛子。3年前俄罗斯刚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多么弱，现在呢乌克兰已经1/3的武器是自己生产。最主要的是乌克兰用远程武器还有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腹地，占领库尔斯克，这些都是叫你来我往，来而不往非礼也，对吧？你占我的地方我也占你的地方，你轰炸我我也炸你。这个早就改变了刚开始这个乌克兰单方面挨打挨揍的这种事，对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初期乌克兰的老百姓天天担惊受怕，天天要听警报，然后躲那个地铁或者躲防空洞。现在呢乌军是以牙还牙甚至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频率恐怕还超过俄罗斯。可以说俄罗斯现在损失惨重因为它的这个能源的通道基本上全部被掐断，仅剩的1、2条恐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库尔斯克被人占着，黑海舰队被打残，波罗的海现在北约也在封锁它，国内经济持续崩溃之中。而且俄罗斯心心念念的地缘政治是不是土崩瓦解？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早就开始远离这个大哥，都在划清界限了，连塞尔维亚都开始划清界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你就看俄罗斯干的这些事情，你把人家这个民航客机给打下来，叙利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俄罗斯已经底裤都输掉了。芬兰和瑞典，对吧，加入北约，让北约和俄罗斯就直接接壤，超过了，对吧，1、2千公里。本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借口就是北约东扩，结果你乌克兰还没收拾完，你还没搞定，人家那边芬兰、瑞典已经加入北约了。所以这3年的俄乌战争让很多有识之士清醒的看到，对吧，这个战争的野蛮，战争的残酷，战争下的人民老百姓悲惨的生活。但是同时也看到文明的力，对吧，有这么多国家义无反顾的勇敢的站出，光明正大的支持乌克兰。不像一些国家
偷偷摸摸的、偷鸡摸狗的暗中，对吧？跟俄罗斯做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光。你看看，跟俄罗斯绑在一起的有几个国家，都是些什么货色？朝鲜绑得最深的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已经完蛋了。现在是朝鲜，你看伊朗都滑头啊，既要占俄罗斯的便宜，又不想给俄罗斯负责任，所以签了一个什么非军事同盟，对吧？你被人揍那是你的事，伊朗也是爱莫能助啊。总之啊，让人看到这个文明的胜利。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局势啊变得稍微扑朔迷离。刚才说的人家叙利亚这个叫朱拉尼啊，对吧？沙漠解放组，他这个新生的政权也是在非常复杂、矛盾、对抗之，也在艰难前行啊，对吧？也问题非常多啊。这个叙利亚宣布啊，禁止从俄罗斯、伊朗还有小霸王进口商品，如果啊违反，对吧？你要从小霸王、伊朗、俄罗斯进口商品的话，那就没收。你看看这个叙利亚，你说他这个规定，那不就是针对俄罗斯和伊朗？叙利亚进口的商品最多的是谁啊？就是俄罗斯和伊朗。小霸王跟叙利亚之间有什么商品出口啊？有什么贸易？本来就没有。所以这个如果叙利亚宣布啊，只是针对俄罗斯、伊朗的商品，那不显得针对性太强，对吧？你这个就打人打脸，不合适。所以他搞个小霸王陪绑，这小霸王本来跟叙利亚之间就没有商品往来，这样让这个伊朗和俄罗斯啊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你还说不出个啥来，对吧？我连小霸王的商品也一样的进。乌克兰官方统计机构记录到209起战场上俄军自杀案例，这个是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啊，说乌军调侃到俄罗斯侵略者没有投降，而是做出了更好的选择。这是第209个意识到他徒劳的来到乌克兰领土，并进行了最后的普京之吻的俄罗斯入侵者，也就是俄罗斯很多士兵像朝鲜士兵一样，关键的时候一看叫生无可恋，生不如死，所以干脆一死了之。1月17日至18日夜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卡卢加州和图拉州的2个俄罗斯油库。1月17日至18日夜间，乌克兰军队还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境内的防空系统和雷达。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指挥部还将第51军的部分人员从库拉霍夫方向重新部署到波克罗夫斯克以东的进攻行动中，以加强该地区的进攻。俄罗斯军队最近向库尔斯克州恰西夫亚尔和新西尔卡大区方向推进。乌克兰军队最近收复了哈尔科夫方向失去的阵地。总体上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俄乌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太大，乌克兰只是在库尔斯克又扩大了一点地盘。本来因为现在都是冬季库尔斯克以及乌东都是天寒地冻，这个冬将军，所以对双方战线的变化，对进攻一方本来就不是很友好所以说战线变化不是很大。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讨论在国防工业领域开展合作的问题。我们正计划启动合资企业和其他举措，以最大限度的支持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部指出来自意大利的新一揽子军事援助预计将包括现代化武器，这些武器将帮助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发动强有力的打法。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他与意大利同行分享了有关战场局势和俄方意图的最新信息，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则强调了军队的优先需求。克罗塞托则重申了意大利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并强调了扩大拉姆施泰因模式的重要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正在基辅访问的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后表示，意大利正在准备为乌克兰提供第11个伊朗的计划。这个意大利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直是做的多说的少。意大利现在他是在默默的给乌克兰提供这种防空武器，很多防空武器的生产都在意大利，人家加班加点在生产防空武器运到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文说2025年联合国计划为支持乌克兰人民提供总额33亿美元的援助，也就是联合国今年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给乌克兰。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他呼吁加强对乌军的
支持。斯塔默强调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按照乌克兰的条件实现和平。斯塔默重申了英国加强乌克兰国防能力的决心。他指出，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确保乌克兰现在和将来处于最强地位。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说英国无论是前首相约翰逊，还是什么苏纳克，还是这个斯塔默，中间还有个女首相叫卡拉斯吧，无论是哪个党派，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担任首相，他们就像着了魔一样，对俄罗斯都是一个态度，那就是千方百计要压制俄罗斯，支持乌克兰。这个斯塔默跑到基辅跟乌克兰签了一个100年什么合作，对吧？一年要30-40亿英镑支援。你看这斯塔默还呼吁你只有按照乌克兰的那个条件，那个和平才叫和平。很多人都知道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地，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国，英国在当今世界上呢它的分量。斯塔默这个做法实际上就在对冲特朗普，对吧？有可能不支持或者有可能压乌克兰。历史证明这英国人的选择没错，至少到现在为止英国人的选择好像都是最优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18号视频讲话中强调乌克兰正在努力增加可以击落弹道导弹的现代防空系统的数量，并确保军队能够积极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弹道导弹发射器。也就是泽连斯基宣布2025年开始，乌克兰计划大幅提升尖端攻击武器的产出数量，也就是以后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武器恐怕更多的都是乌克兰自己产。当然了，这个在美西方的协助之下，波兰向乌克兰援助的谢氏155毫米自行榴弹炮正在投入战场。这个谢氏自行火炮是波兰好像和那个韩国合作设计研发生产据说在乌克兰战场上是大放异彩非常受乌军士兵的欢迎。德国表示可以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继法国、英国以后，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表示如果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德国不排除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确保非军事区域安全。他说我们将适时讨论此事。对这个自己来说对乌克兰人来说，欧洲主要国家派兵这是必须的，但是泽连斯基还要求美国也得派兵，就是你美国人得做出实际承诺，你光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签个协议没有任何用。等到俄罗斯缓过来，等到普京休息好了，他又再一次要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不是像黄俄所说的那样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富裕。俄罗斯现在是内外交困的。首先2025年1月17号，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能源部长叫谢尔盖齐维列夫告诉记者，俄罗斯已与伊朗就俄罗斯通过阿塞拜疆向伊斯兰共和国运送天然气管道路线达成一致，谈判已进入商定供应价格的最后阶段。他说我们已就过境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管道达成一致，我们现在正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批准价格，数量已经确定，价格始终是一个商业问题，需要寻求折中方案，因此双方都成立了工作组，我们正在制定定价方式。此前普京表示从俄罗斯到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的供应量可能达到20亿立方米，并有望增加到550亿立方米。普京补充说俄罗斯和伊朗还在讨论石油领域合作，这个真是叫滑天下之大稽首先俄罗斯它的天然气没地方卖，欧洲已经不要了，大国总是在在价格上面要拿捏，不蒸馒头争口气。地包老人往欧洲卖不掉，首先路线被断了，想通过土耳其往欧洲卖，这土耳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关键的时候就敲竹杠，所以这个地包老人很生气一怒之下想通过阿塞拜疆修管道修到伊朗，给好兄弟把气给送上。问题就出在阿塞拜疆身上，你说你要跟阿塞拜疆合作，你跟人好好合作，你把人家飞机给打下来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合作多么不靠谱，你天然气管道要过阿塞拜疆。第二个，你说伊朗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它能用多少？这第二个呢，它能出什么价钱，对吧？伊朗也是穷的叮当响，所以你往那儿修个管道，那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就是闹笑话。这是不是为了发展俄罗斯的这个什么能源产业？这纯粹是给穷哥们儿送温暖去了。但是普京他愿意因为这个显示，对吧？我的客户不是你们，对吧？大国一家，你不要，好多人想抢着要呢。你比如伊朗兄弟他就要，还有印度兄弟也想要，他无非就是想营造这种效果。你大国别想拿捏我。路透社报道他说6艘未完工的俄罗斯油轮首次遭到美国制裁。你说
说这个美的也是欺人太甚了，人家那个6艘油轮还没下线，还在生产，他就把人制裁了。你说找谁说理去？说这个美的啊出台了限制措施，油轮亚历山大、贝格洛夫号、阿列克谢、博格柳伯夫号等一共是6艘未完工的俄罗斯油轮，在滨海边疆区大卡门的红星造船厂建造。说前2个油轮是俄罗斯现代山泉公司，其余4艘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这2家公司都受到了制裁。那你说俄罗斯人他还造这6艘船吗？你造了之后他下水他也不能跑啊，你到哪儿都靠不了岸，连大国对吧山东这个港口他都不接收啊，那你那个船你再花钱把它造好，那也是浪费啊，那也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啊，他说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啊，在当前现实条件下，俄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不可能。这个梅德韦杰夫认为啊，在当前现实条件下，俄美关系全面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其在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俄美关系全面正常化将需要数十年时间。在我看来，在当前现实条件下，这基本不可能。梅德韦杰夫评论拜登总统任期结束时，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如果拜登的悲哀在于他的无能，那么他的政府的错误在于在俄罗斯问题上故意给继任者留下了烂摊子作为遗产。我只能说啊，前一阵子乌军炸了俄罗斯的一个酿酒厂，导致这个伏特加供应短缺，这个现在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显然梅德韦杰夫啊，这个早酒的量啊减半了，说话稍微正常一点。也知道啊，就俄罗斯跟美国关系正常化，那跟欧盟关系也正常化，这叫异想天开。所以啊，梅德韦杰夫这么说的话，说明他头脑还清醒，也就是还不是醉酒状态。他认为拜登是无能，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正因为拜登啊，所以才让俄罗斯啊越陷越深，才让普京不停的加仓，让普京啊看到希望，感觉北约和美国不过如此，还是害怕我手上的这个核弹，还是害怕核讹诈，还是害怕核大战。所以啊，这个地保老人就非常自信啊，一直在加仓，结果发现自己越陷越深了，不能自拔。当然了，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人啊，这个早酒啊没有减量，反而还加量。你比如说啊，这个罗戈金呢，这个强硬分子啊，提议消灭泽连斯基等基辅政权领导人，以快速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如果基辅领导人被彻底消灭，已经持续3年的乌克兰冲突可以很快结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所有责任完全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叫扎波罗热州参议员、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前局长罗戈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这一点。罗戈金建议，这样泽连斯基就会像野兔一样跳起来，像老鼠一样躲在掩体里，不敢把鼻子伸到新鲜空气中，更不用说飞出国了。罗戈金啊，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他的结论的正确性。第一个是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侵略，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塞尔维亚城市。他回忆说啊，这一切都是从袭击军事政治管理，破坏交通基础设施，瘫痪供电设施，甚至向塞尔维亚广播电台大楼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阻止宣传开始的。这俄罗斯人多坏呀！这个俄罗斯人呢，就是对黄俄啊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第二个例子，罗戈金引用了小霸王的行动。这位参议员指出啊，特拉维夫一贯无视信息噪音和其他伴随因素，继续清算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这个罗戈金啊，显然是早就加了量。如果说斩首行动，那到底是谁害怕？你斩了泽连斯基，乌克兰人就不反抗了吗？就任由你侵略吗？反过来，如果斩了地保老人，那俄罗斯真有可能会被解放。首先卡特罗夫就会跳起来，梅德韦杰夫就会呼应，绍伊古啊就要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政敌一网打尽。因为俄罗斯是暗箱操作，人家乌克兰那是民选，泽连斯基就代表了民意。我们再看俄罗斯国内啊，这个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啊，现在已经没有钱了，预算花完了，州预算的战争资金即将用完。萨拉托夫的餐馆和咖啡馆老板被要求每月将营业额的一定比例转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账户，以支持俄兵的工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俄罗斯啊，它还是联邦制，挺奇怪的。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士兵啊，他的工资这个国防部只发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呢是由地方政府支付，比如说抚恤金，你比如说什么这个超额的都是由州或者联邦政府来付这个钱。那你比如说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他们有钱，那还好一点。那有的州啊，他穷没钱，但是他征的兵又
多，他支付的这个费用就高，所以有的州啊，他的战争资金就已经用完了，他没有钱再支付他们州的那些雇佣兵或者是义务兵，那些每个月比如20万卢布或者是30万卢布，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萨拉托夫州就要求餐馆和咖啡馆的老板，你每天营业额的10%直接交到州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账户，你把钱交进去，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呢？就给他们州那些在乌克兰战场的士兵支付工资。这个俄罗斯果然是越打越有钱呐，越打越富裕。不过不要紧啊，俄罗斯惯用的伎俩那就是转移矛盾。这个时候俄罗斯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精英还是那些权贵，都把手啊伸向大国，开始忽悠大国，开始挑拨大国和美国的关系。当然呢，这个也正中啊黄俄和那些头部黄俄的下怀。这俄罗斯称啊，说大国这次麻烦了，说情报显示特朗普对大国不满加剧，大国将与俄罗斯携手应对。你看看，就是忽悠大国，也跟俄爹绑一块对付美国。但是现在大家看一看，这特朗普他不是这个搞法，特朗普是向大国伸出橄榄枝。他是日前曾担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这个帕特洛舍夫说啊，川普注定在他的任期内和大国的分歧将加剧，华盛顿的鹰派将会渲染这些分歧，其中包括人为因素。帕特洛舍夫长期负责俄情报工作，对一些变化迹象十分敏感，他做出这个判断应该是有自己的依据。帕特洛舍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说啊，对俄罗斯而言，大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与大国有着享有特权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关系不受局势影响，这一关系都会持续存在。最近特朗普提名的安全顾问和防长都相继表态，表示会对大国持强硬态度。这个帕特洛舍夫啊，这个时候还不忘记挑拨大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还想攻火浇油，这叫贼心不死啊！那俄罗斯的智囊，对吧？这个普京的大脑杜金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杜金就更直白啊。这个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啊，他说杜金呼吁大国人与西方开战，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对，因为头部黄俄就是希望俄罗斯跟西方开战，跟美爹或者美帝开战，然后我们对吧？有俄爹在前面带领，哎，怎么这些头部黄俄的爹，他们的祖师爷杜金，他反过来呼吁大国，对吧？你在前面跟西方开战，这个又不是入席，又不是请客吃饭，你干嘛这么客气呢？这个乌克兰媒体这么说的啊，他说普京的宫廷哲学家再次呼吁大国保卫俄罗斯。哎，这是乌克兰媒体这么说啊，这是他在微博上最新发表的帖子。显然，在杜金的梦想中，大国兄弟应该与俄罗斯人并肩站在同一战壕里，共同对抗北约。在他看来，和平互利共存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他想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将大国人拖入冲突。他说这不是煽动国际仇恨，煽动公开冲突又是什么？为什么他还没有因为这些内容被封号？这个乌克兰的媒体说啊，这个杜金在微博上就这么公然的号召大国为俄爹挺身而出挡子弹，为什么这些内容还没有被封掉？杜金再次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大国文化和政治，在他看来，大国应该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也许是为了让普京和他的寡头们在位更久，赚更多的钱，还是为了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当然不是为了归还大国的历史领土。出于某种原因，他和其他俄罗斯帝国主义者一样，没有提到这一点。他显然也忘记了自己曾说过要支持大国的分裂主义情绪，也就是肢解大国啊，大国黄河以北做缓冲区，大国的黄河以北啊投票公投啊，然后独立成为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你说这都是人干的事吗？乌克兰媒体说啊，这再次证明了俄罗斯所处的无助状态，国际孤立，前线损失惨重，经济问题困难重重。关于亚历山大·杜金的微博，咱们明天节目里面再去详细介绍。俄罗斯这个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裁员之后啊，俄罗斯的叫联邦储蓄银行计划在子公司大规模裁员，裁多少呢？裁30%到50%。你看看啊，这就是俄罗斯越打越富，银行、天然气工业股份都开始裁员，这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